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你知。受到风台影响，往回小琉球的船帮也因为天气关系，有业者宣布要明仔载是无要开船，这风台影响到拜二。今仔日是双十连假的最后一天，其中上届踢的就是国道5号的雪山崩坑，对透早10点就开始踢，可能要到暗时8点过后才较顺。今仔日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一个幼稚园的老师，指挥中心推测应该是旧案例，目前学生同事拢伫咧居家隔离当中。受到风台圆规外围环流的影响，台东南势出现10级的大风，这海涌要6公尺悬。伫咧南市区港是停班停课，绿岛下晡也因为风雨伤过大，也赶紧来停班停课啊。另外，往回到小琉球的船班也因为受到这个风台天气的影响，有业者宣布讲，对明仔载开始是暂时无要开船，致使有真侪游客拢伫今仔日赶要坐船登去。那讲到宜兰的部分，去到清水第1公园的连外道路有崩山，目前是会当单线通车。公园目前也是先关起来3天，天候稳定的时阵才会对外开放。大型强风一直冲过来，受因为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台东绿岛11下晡平均风力7级，上大阵风10级。河关府宣布下晡停班停课，南市透早平均风力都有10级，上大阵风14级，停班停课1天。因为这摆风台拄到挽流，渔民烦恼停伫富冈渔港内底塑胶牌啊会受影响，透早就到港口做好风台准备。半夜它会风浪会呈现比较大啦，又晚上比较少人，所以先把防台措施做好。屏东往返小琉球的东流线已经有2间业者宣布12停航1天，连营也只开来回各2班次，未少游客烦恼风影响航班，提早结束行程，回来台湾本岛，也后码头出现真侪人来拜日。预计明天10月12号的风浪会比较大，所以说不利于航行，因此本公司明天船班是全日停航。一个是多，然后快2个小时这样子。目前那边岛上还有人在排队的，还有人在排队。风台虽然未直接来台湾，不过风雨也予宜兰太平山森林游乐区12休困1天。宜兰也出现灾情，罗东5个地区有路树倒去、地道车辆的事故，清水第1公园连外道路也崩去，土石将车路挡掉咧，20外游客受困。虽然已经撤离点头，甲游客搁恢复单线双向通车，不过附近边坎土石无稳定，会休困到13观察警戒，等稳定才开放。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民众伫咧双十连假的上尾天，抑搁伫咧花莲，不过受到风台影响，对这个市区甲大九线，抑搁有苏花公路拢有树啊，去互这个大风扇一个倒去。气象局也预告讲，花莲伫24点钟内雨水量应该会超过400毫米。另外，也针对着花莲的万影乡甲秀林乡有一寡所在发布水崩山的黄色警戒。下晡县政府也要针对秀林乡东门村以风险的撤离。花莲七星潭的影是不利啊大，有民众冒险走去真近的所在看，看到风台圆规扫过巴士海峡。花莲伫只风平，影是有甲4公尺悬，上大风速要甲15级。透早台九线有点头的空棒，去有透风吹去车路的直愈去，头家娘伫后壁撞，拼命要甲捉倒转来。是台风还用这个石柱给它绑。哦，之前也用这个柱子。少绑一个，哇塞！刚刚喷出来，刚刚跑出来就对了。对呀。花莲市区中山路一段有大丛树仔去风扫倒去，蛇相对车路去缀着一只车，这只车是互缀甲密密麻麻，而且迄当阵车内底还佫有人。就有一阵类似像旋风一样，2栋房子中间就这样吹过去，那刚好里面有人斜躺在里面。那很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受到很大的伤害，只不过是左手一个皮肉伤。环保局清洁队甲树身记号1块1块，用订过来的方式，落尾点5钟才处理好势。也那花莲市美仑山嘛有路边的树仔倒去，顶伫咧大路的，伫国联5路遐，有警察看到同款的情形，是直接落车甲树仔刷互走。外面看到花莲的新城，甲台九线等等的路段，嘛同款看到警察4个伫咧无用咧清理遐倒去的树仔，还佫有落伫咧车路的电线，规工是无用气。气象局预告，
花莲24点钟累积的雨量会达到400至600米里，山区的土石会变较松软。县府针对秀林乡东门村启动预防性撤离。我们晚上过去哈，不是晚上，白天就可以。我还没吃饭呢。居民希望暗顿食饭饱了后，再去活动中心避风雨。不过，花莲县长市政委要求居民要暗暝时阵就要先去集合来安置。伊规风台虽然敢若是扫过台湾南边的海面，不过外围环流的威力是真大，大家要是爱较谨慎。记者综合报道。气象局针对今年第18号风台圆规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而且这个风台有变强的趋势，外围环流会影响到台湾到拜二，特别是正风的东北部地区，暗时就要注意大水雨。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部分地区开始透风落雨，台北内湖早起发生土石崩塌的意外，有石头带着3台停在路边的车。8点我接到里面打电话给我，我就马上赶过来。有3部车被压到，都很严重。气象局表示，第18号风台圆规，目前风台中心伫鹅銮鼻东南边的海面，持续向西边盘旋，暴风圈豆豆进入巴士海峡。风台强度还阁伫增强，而且暴风圈有愈来愈大的趋势，伊的外围环流会持续影响台湾，各地都要注意会透风。我们要提醒大家，台风还在逐渐的接近中，预计今天的下半天到明天的清晨是它影响最明显的时候，特别是在东半部地区，今天晚上到明天容易有明显的累积降雨出现。圆规风台中心按算伫11半暝通过台湾的南边。遮方边甲山区落雨情形半暝会搁较明显。伫24点钟内，宜兰县大同乡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360米里，台中和平有几个所在雨量超过300毫米。气象局持续发布大水雨的特报，提醒台湾东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桃园地区、恒春半岛、新竹甲南投的山区，拢要注意会有大水雨。新北市、宜兰县甲花莲县要特别注意会有超强的大水雨。这个风台按算伫拜二日时了后，对台湾影响才会愈来愈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双十连假的最后一天，高公局预测讲，这个往北的车流量是远过普通假日时1.4倍，其中上界塞的就是国道5号的雪山崩坑，对透早1点开始就伫咧塞车路，可能要到暗时8点过后才会较顺。连假上尾一天，阁拄到风台影响，国道5号上北塞甲真严重。高公局伫早起9点外就启动10道监控，暗过雪山崩坑口也是有塞车情形。国上北交流道也有车咧排列。高公局有讲，要到暗时8点了后才别塞车。在国五部分，截至下午3点，雪隧的通过量大概是23000辆次左右，相较于去年同期增加了19%。高公局表示，休假日以上北车流为主，西部国道伫下晡3点了后，都会区一段路车开始多，其中原林甲德巴路段时速拢落到10公里以下，会伫暗时7点了后慢慢疏解。另外，苏下界撞到上北路段，早起9点车就多，搁加上天气无好，驶较慢，要塞车超过3公里。抑个代替花莲站透早就真侪旅客，大家拢准备要回来工作。连假的前一天，就是返乡的旅客，大概差不多11000到12000左右。今天最后一天，也应该大概在差不多上车人数在11000到12000之间。交通部统计，受风台影响，休假日本岛往返离岛有9个航线，55个航班取消。另外，国内航线也有超过30个航班取消。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一个本土病例，甲10个带病入境。这个本土病例是一位住伫新北市40外岁女性，而且伊是伫咧台北市某一间幼稚园食头路的员工。伊目前伊的 CT 值是34，认定是一个旧案例。另外，指挥中心也搁在放零病院探病规定路，对即马开始带条件开放慢性病的病房探病。指挥中心公布11新增加一个本土个案，按16411是一个40外岁幼儿园的女性员工，伊伫10月初9因为爱去病院看医生采检确诊，为伊抗体检验结果评估是算旧案。这个个案捌伫今年5月下旬出现低扫的镜头，嘛捌注过一支莫德纳。它的 CT 值是34.9，那我们有采它的血清抗体，那目前了解它的 IgM 是阴性 ，IgG 是阳性，N 蛋白跟那个 S 蛋白2个
对，都是强阳性的部分。那我们评估应该是属于旧案，再度的做裁剪 PCR， 那 PCR 结果是阴性 ，IgG 是阳性，看起来的话，应该也是有疫苗产生的这个抗体的可能性是蛮高的。不过，N 抗体也是阳性哦，那表示说它这确实也是因为感染过的关系，有产生这个不受疫苗所影响的 N 抗体。针对这个个案的相关接触者，卫生单位已经控制98个人，其中67个人居家隔离，1个人是自主健康管理，其他30个人是自我健康监测。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这个个案住伫汐止，但是伊工课地点伫台北市，相关行大过的所在也有感染源，搁犹太厘清。在这个个案，他是住在汐止，没有同住家人。他的活动的工作地点都在台北市，那整个感染源属于旧案，所以这部分还在厘清当中。这个幼儿园的部分会采取停课14天，然后预计在10月23号来做复课。因疫情愈来愈稳定，指挥中心搁再放松到病院看病人的规定，除了原先已经开放的加护病房、安宁病房等等，搁再有条件开放慢性病房探病。每一天固定一个时段，原则上每一个住院的病人，才会当每一届上侪2个访客。探病者嘛，必须要有快筛，也是 PCR 阴性证明。记者郭珊的笔记综合报道。今仔日开放第11轮 BNT 疫苗自头一档的登记，年岁是降到45岁。那讲到台北市的部分，也开放到68岁以上民众，会当去登记莫德纳疫苗自第2档。有真侪民众拢是算准时间上网络登记。另外，指挥中心也讲，第12轮按算是18开放登记，会有莫德纳、BNT 加 AZ 这3种疫苗。花博针验馆有中山区的花博针验馆。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对，我们现在做饭。第10期BNT疫苗第1期开放有效，45岁以上民众、12到17岁民众、甲18岁以上第9类对象，伫10月7日中到12点之前意愿登记选择BNT疫苗的人。10月11早起10點到13中到12點為止，攏進網絡有效。初步統計有117萬人符合資格。第12期公費疫苗初步規劃有效時間是10月18到20，做嘅時間為2到31。其中莫德納第2期甲 BNT 疫苗會開放44到23歲民眾登記。那 AD 的部分，我們目前還在等一批貨，12期的 BNT。大概全年齡層都可以打得到啊。那莫德納部分目前已經到貨了113萬劑啊，先前是打到70歲以上啊，所以我目前是規劃在70歲以下了。台北市11九點到12中度開放55歲以上原住民加68歲以上民眾，透過台北市疫苗注射平台有藥注莫德納第2期13開始做，針對連續2天出現舊案的本土個案，也讓大家關心舊案疫調必要性。有醫師認為舊案部分依然愛維持一般確診者疫調甲酷熱，甚至間接性體檢。该做的事情我们都已经在做，也没有说因为后续认定它是新案或旧案的关系，有这些豁免或者是可以不去做的一些情形存在。罗卫军表示，后续若针对个案或者是疫调认为较久的个案的时阵，会针对采检结果考虑提早解除隔离，这拢有专案认定空间，各看疫情发展做相关的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新竹山区当日落大雨，所有民众去到尖石乡的太公野溪浸温泉，所当到大雨，这溪水规个涨起来，至少有6个民众掉伫咧沙坡。乡公所也呼吁民众讲，这个所在是台下的传统冷溪，而且也莫入去这个危险的区域内面浸温泉，避免发生危险。人员在对面了。受到风台影响，在这所在落大水雨，搜救人员想要绕过溪救人，不过因为溪水是真错流，所以暂时无法度过去。受到沿规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新竹山区落大水雨，溪水是规个涨起来。警消透早就接到报案，报案的人讲，伊掉伫咧尖石的太公溪，想袂到过无偌久，8点多个人报案讲伊受困。今天早上6点40分的时候，我们受理了太钢野溪温泉的一个受困案件。8点20的时候，我们又接到另外一组太钢野溪温泉露营的民众，也是因为溪水暴涨受困，总共有2组人，一个是在河的对岸，另外一组人是在我们这进去的右手边这边。
消防局接到几个报案了后，小连续调派尖椒、甲德当等等的分队，分3批拢总26个搜救人员，尾暗的时阵，甲6个人全部拢救出来。根据警消的调查，这个调伫太公溪的民众是为桃园甲高雄来的。虽然在地乡公所已经有采警告的牌仔禁止入去，不过民众为着要浸野溪温泉，也是冒险逃走入去。公所即使很想要在这个部分去做一个强制作为，但是法规上并没有允许公所去做这样的工作啊。我们就是希望说，尽量就是不要去涉足到比较危险的一些场域。因为当地是台亚的传统领域，无安全防护设施，加上风台带来大水雨，溪水是真错流。尖石乡公所特别呼吁民众，唔通青帮白帮就乌白走入去，避免发生危险。而且嘛要尊重在地台亚族人因传统的领域。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南澳的海边啊，昨暗有传出11个大人甲5个囡仔掉伫咧海边的沙饼洞内面，却因为昨暗这个风雨伤过大，车根本就无法度驶入去救人。落尾消防队是请空勤总队用直升机来斗救，今早起7点的时阵，甲全部的人拢救出来了。这边完蛋了。变速越野车卡伫河边大桥顶悬，海涌一直冲。7暗时11点外，宜兰县南澳新碧沙埔传出有16人受困海石坑，消防队接到报案，赶紧出动救援。是蛮近的，重点是我们有办法下去，他们也没办法上来。不过因为海涌伤过大，救援的车无法度入去，解回顶悬落去，佫拄着山坎，行动受阻暂停。宜兰消防局只好申请空勤总队救援，直升机为花莲机场起飞，伫透早6点顺利救出第一批民众。那空勤总队于早上6点6分有派遣我们空勤总队的直升机到达现场。那于7点有完成我们的那个吊挂任务，将16名人员全数都救出。早起7点外，16个人全部被人救出来，其中有11个大人、5个囡仔，其中有一个有心的护理人。有心的护理人脚部挫伤，一个查某囡仔头部挫伤，送去病院救治，其他人无什么要紧，由亲友接送离开，结束惊险的救援。没有多明显的大碍，然后目前在安全。所以在医院上观察几个小时就可以安全回去了。游客事后表示，因几个家庭小休出去佚佗，原本下晡就要离开新碧沙埔，不过因为别人的变速车卡伫沙埔，才互因的车开不出去，只会伫个等待救援。不过警消指出，因为迄时阵无宣布风台警戒，所以无发觉相关搜救费用可能会由政府来支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华风馆的红树林海空步道9月开放了后，吸引真侪人。讲到这个双十连假，就几落千人来这行踏。上界严重的是，真侪人来到这个沙坡顶头，会掠沙坡顶头的沙尾仔来佚佗。环保团体也呼吁政府，就要赶紧立做保护区，千万唔通互民众继续甲送荡落去。海牛车带游客进入海坪，中华风馆特有的湿地景色甲文化，加上9月份才拄啊开放的红树林海空步道，吸引大批人潮。尤其这几天的国庆连假，佮加是客家通通。嘿，落海较歹势，出来就伫个阮山南路，海路。大批游客排甲真长，将步道开到满，停车也是问题，停车位真歹找，定传出违停甲人车抢道。步道也无公共便所，想要方便，只当使用附近公庙的便所。好像不太方便，只有一间而已，只有一间，等很久。个环境卫生的问题啊，摊贩呐，个迄个厕所，人多一定是卫生问题会增加嘛。步道管理也是问题，有民众发现家长带小朋友直接踏入海坪掠白卡蚵仔。中华管府表示，当地不是属于保护区，民众掠白卡蚵仔无法可罚。不过，环团认为，官府态度消极，颠倒造成湿地更加大的冲击。开挖的目的是希望让大家透过这去了解生态，所以建议民众不要在这边去抓螃蟹。也是目前全台湾仅存最大的泥质潮间，但很可惜到现在还没划为国家湿地。我想，如果划为国家湿地，中央可以拨入更多的经费，那有可以更多的人力跟经费来维护这样的湿地的一个保存。环团认为，更较侪人认识湿地是好代志，不过若直接影响湿地生态，就违反规划步道的本意。
中华官府表示，短期内将加强动线规划，避免人潮过度集中。另外，无鼓励民众掠白卡鞋啦，也将加强告示甲宽度。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全世界消息。讲到封城，特别到4个月的澳洲雪梨新南威尔斯省，因为疫苗注射率有超过7成了后，就宣布要解除封锁啊。另外，伫马来西亚也因为因大人的疫苗注射率有到9成，因为首相也宣布讲会当恢复伫国内下行政区的旅行。澳洲雪梨半暝一到，民众庆祝这一刻总算结束将近4个月封城。酒吧外口已经民众咧等，就是为着甲亲戚朋友啉一杯半暝的秘鲁。It's just so delicious.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gulp for 108 days. 突然健身房也重新对外开放，欢迎完整做疫苗人来运动。I'm in a gym again. The right equipment. Love it. 新南威尔斯省10大会议上已经做2剂疫苗人口有74%，当局宣布放定限制，服业者应在限制人数情形之下营业。进入特定场所的时阵，只要提出做疫苗证明，就应入去。It's not a free for all. It is opening up in a measured way. And if everyone can look after each other and respect each other, we can get people back into work. We can get businesses open, whilst at the same time keeping people safe. 不过，省长也强调，解封无代表疫情结束，因为附近昆士兰省疫苗注射率是52%，目前也在封城状态。澳洲总理莫里森计划为11月开始慢慢回归正常生活，开放边境。另外，无注疫苗的人都要踮在厝内，一直到12月7日。Sekali lagi saya nak maklumkan, saya mengumumkan bahawa rentas negeri dibenarkan oleh pihak kerajaan. Kebenaran ini.Kebebasan ini akan bermula pada hari besok. 高速公路顶管车开始变多，继9个月，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恢复跨州移动，主要是因为国内目前9成的成年人拢已经完整做疫苗，当然公民出国也不需要向政府提出申请。观光旅宿业者希望早日迎接更较侪旅客。公视新闻王碧文报道。伫这2天啊，欧洲有2件街头抗议。意大利的民众不满政府要强制执行健康通行证的政策，有数千人上街头抗议，也发生冲突。另外，伫波兰，因为一份宪法法定新的裁决，民众烦恼讲，这政府是要拍算欧盟，要来脱离欧盟，也有几落万人上街头表示反对脱离欧盟。警方向我今日示威者用警棍赶走，这穿白衫查甫人向前，也互人讲几啊下。迄一间罗马一间病院的急诊室主任表示，一名伤者接受诊疗的时阵，有10外个抗议人士向冲击，院方只好限制进出。另外，有人分别冲起总理德拉奇的办公室。意大利主要工会劳工总联盟总部拢是为抗议政府这个月15正式实施，而且强制执行的健康通行证扩大到所有的工作场所。Il giorno di lavoro sarà il 15, ma il 15 lavorerò da casa perché già il 15 mi impongono di presentare questo lascia passare。相关规定之一是，若无出示健康通行证5摆，雇主甲员工会被罚款。伫公部门的员工应被停职。为对抗疫情，而且鼓励大家拢爱做疫苗。德拉奇今年热天推行健康通行证，也就是应证明至少做过1剂疫苗，体检阴性或者是染疫康复。加70，意大利12岁以上人口超过8成，拢已经完全做疫苗。不过，反对派无认同政府通行证强制手段。劳工总联盟会长兰迪尼70伫罗马对支持者表示，相关措施是法西斯小组的攻击，无法度接受。伫波兰反脱欧人士号召之下，全国超过100个都市向电响应，敢若是首都华沙都10万人上街路。这人的烦恼是来自波兰宪法法庭提出一项裁决，表示欧盟法律的主要条文甲波兰宪法受违背。有人认为政府好亲像准备脱离欧盟。Obawiam się, że mogą wrócić złe czasy. Te czasy były złe, kiedy nie było po prostu wolności. 欧洲领袖对这项裁决表示失望，因为这是拒绝欧盟法律的核心原则。波兰总理莫拉维兹基捍卫宪法法定的裁决，不过也表示，执政党目前无计划脱离欧盟。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
讲到捷克因的国会大选结果也已经出来了，由反对派所组成的两大联盟成功把执政党打败，这国会席次是有摕过半。两大联盟有机会组成联合政府，其中人民民主党的党魁费亚拉有机会争做后一任的捷克总理。不过，在这个时阵，却传出因的总统齐曼破病甲真严重消息，这内阁造成恐惊会出现变化。捷克中间偏右派反对党联盟斗阵，在7到9行的国会大选当中打败执政党不办公民行动，佮甲另外一个反对派联盟海都甲市长成功摕到过半席次，这表示人民民主党党魁费亚拉有希望取代现今的巴比斯加做下一任总理。Obě demokratické koalice mají ve sněmově většinu a mají tedy šanci postavit většinovou vládu. Toto je změna, my jsme změna, vy jste změna. 斗阵甲海都甲市长两大联盟伫200席次的国会众议院当中摕到过半108席，不过斗阵因讲是惊险赢过不办公民行动。根据上星开票结果，斗阵的得票率是17.8%，不办公民行动是17.1%。外交政策较亲台海都甲市长联盟是以15.6%占第3。人民民主党对台湾无特定立场，执政了后甚至调整对台政策也无清楚。不过党内有真侪位亲台人士，比如去年9月访问台湾的参议院议长韦德奇，党魁费亚拉原本也按算在去年年底访问台湾，不过因疫情无来。不过，在这时阵，却传出捷克总统齐曼病情严重，带交互病房消息，为捷克新政局增加变数。院方甲齐曼办公室拢对病情保密。根据捷克法规，总统负责在大选了后，甲各党的领导人会谈，组成新的队伍。根据捷克宪法，若总统人选无人，伊任命总理的权利会转由下议院议长来行使。公司新闻林浩如报道。全世界上届少年由人民选出来领袖，也就是奥地利的总理库尔茨，伊7号宣布讲要辞掉总理这个职务，伊也提名现任的外交部长沙伦贝格来接任。库尔茨在2017年选调总理，执政这4年期间，也出现真侪争议。最近一站是因为涉嫌用公款伫咧操作媒体，目前也正在接受检方的调查。搁再加上绿党讲要退出联合政府，库尔茨是真不得已才宣布要辞职的。全球上少年的民选领袖库尔茨7号宣布辞职，因为伊方指出涉嫌动用财政部经费操弄民调。高付钱要求媒体引用，虽然已经指讲家己是清白的，不过国会就安尼发起无信任投票。奥地利检察官7日突袭库尔茨所属的人民党几个有关的地点了后，甲人民党做联合政府的绿党就讲，除非换总理，那无就要退出联合政府。In dieser schwierigen Zeit sollte es jedoch aber niemals persönliche Interessen, Parteiinteressen oder politische Taktiken gehen, denn mein Land ist mir wichtiger als meine Person. Und was es jetzt braucht, sind stabile Verhältnisse. 看到都特别落台啊，库尔茨主动宣布辞职。其实这已经不是库尔茨头一摆落台。2019年，执政盟友自由党方爆出贪腐的建设台，库尔茨就摆被迫辞职。结果同年大选，伊所属的人民党得到转胜，让伊顺利回来做总理。Sie haben alle mitverfolgt, dass in den letzten Tagen strafrechtliche Vorwürfe gegen mich erhoben worden sind. Diese Vorwürfe stammen aus dem Jahr 2016. Sie sind falsch. Und ich werde das auch aufklären können, davon bin ich zutiefst überzeugt. Nun, diese Regierungskrise ist beendet. Morgen Mittag werde ich den neuen Bundeskanzler und einen neuen Außenminister angeloben und die Arbeit für unser Land kann weitergehen. 库尔茨表示，52岁外交部长沙伦贝格将接任总理的职务。要么个库尔茨由原是替家己保留人民党党魁职务，该以党团领袖的身份转战国会。公司新闻陈慧珍编译。
伫咧今年的双十的主题，或者是民主大联盟，世界加好友。咱台湾伫咧疫情当中表现得真好，咱会当甲喙安送互别个国家，别个国家也用疫苗送互咱台湾，表示友好。总统蔡英文伫咧双十节的总统谈话当中，也讲到4项坚持，其中坚持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属于对方的。毋过，中国国台办听到了后是掉卡顿地，认为蔡总统是伫咧鼓励台独西人对立。咱的陆委会也搁再强调讲，蔡总统的谈话全部拢是事实的。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总统蔡英文的国庆谈话4个坚持之一，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属于对方，引发中国国台办不满。发言人马晓光讲，这个谈话鼓吹台独、煽动对立、挂念历史，搁有颠倒事实，重申中国主权甲领土将来无分割，嘛绝对无允准分割。陆委会是再次严正声明，坚定我方的立场。蔡总统国庆谈话展现两岸政策的一贯性。呼吁北京当局扬弃敌对思维以及以武力解决争议的手段。我国家主权也绝不允许任何的恶意诋毁、挑衅。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110年来始终屹立不摇，两岸没有任何从属关系，这是事实。陆委会表示，政府的两岸政策无冒进、无屈服，努力维持台海现状，呼吁北京应该务实面对蔡总统提出的4个坚持。但蔡总统的国庆谈话嘛引发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晨的烦恼，无冒进、无西人的原则已经破灭。两岸本来就是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现在这个中美这个关系紧张啊，台海关系严峻的时刻，蔡总统为什么要打破他的不冒进、不挑衅？这个有跟美方事先沟通好吗？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太硬了，但是它也有软，就是不冒进。但是这点美国人可能未必听得进去。你不冒进是一回事，那你挑起两国人，就是挑起美中之间的矛盾，也挑起两岸之间的这个冲突啊。学者但医生研判，未来两华共持的关系恐惊愈来愈严重，嘛，何必中台三方的结合关系必须关注。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新竹县尖石乡有一个姓徐的查甫人，昨下晡伫朋友厝内食酒，结果食一酒醉，却走去人朋友所饲的比特犬。结果这只比特犬竟然掠狂走去，甲这个查甫人夹着伊的大腿，而且是夹到流血流滴，这血是流袂滴。落尾这个查甫人也送到病院救无回来。虽然农委会已经把比特犬列作是危险动物，也禁止进口了，不过目前法律并无规定讲，这只咬死人的狗仔就要安怎处理。这只比特犬甲有病史的裤夹条条，就算主人安怎甲扣，伊都是唔放。还有另外一只乌狗，同款嘛是去互夹到流血流滴，就算路尾有剥开，也是救无转来。过来这几年发生几啊件比特犬甲人攻击的事件，找走一个53岁姓徐的查甫人，去朋友因兜啉酒开讲，想袂到啉烧酒醉了后，直直创治朋友因兜这只比特犬，有甲伊主动，不过伊先讲就讲唔听，结果这只狗雄雄起拱起来，怎甲伊攻击？我们把小狗绑在这个线，然后线很长嘛，然后它在这边，结果它可能也踩到。不行的话，他喝酒醉，我这边被咬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把他拖一直拖到那边。这个姓徐的查甫人，伊正边的大腿、大条的动脉，哪像是去互夹断去，致使失血过多。救护人员到现场的时阵，这个姓徐的查甫人已经无生命的现象，送病院急救也是不幸死亡。也若共家这只咖啡色的比特犬，原本都用铁链绑条的，即马关在铁笼内底，限制伊的行动。小鬼是绑起来，你那个链条都很粗，抬的，对，没有灯。他就是喝酒，然后喝酒醉，然后他就过去，他第一次以为狗狗不会咬他嘛，然后他就第二次过去，然后狗狗就开始咬他。比特犬已经去互农委会列作是有危险的狗仔。新竹县家畜所表示，因为目前无法源会当强制没收，除了会派人去了解，嘛会探问当事人，敢有愿意甲伊的这只比特犬，互家畜所带转去安置。
经济部国际贸易局伫8月中捌预告修正限制输入货品表，要甲比特犬列做是管制输入的范围内底，按算上紧伫10月底、11月初就会施行。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关系，真侪民众拢爱来到咱台湾的山里底下爬山。也即马秋天已经到咯，就是芳上介到共攻击的时阵咯。昨下晡3点的时阵，有一个伫台中和平马步坝山登山口伫咧挂草啊，整理环境的工人，却去互野芳叮着。伊叮着，伊是规个人直直吐，佮再加上伊身体无爽快，死昏昏去。加在空军直升机到了现场救人，送到病院急救了后，人已经清醒。另外，伫咧大雪山230林道附近有一团爬山团，落山的时阵有一名爬山旅客无细力摔落山坎，找到人的时阵已经无气啊。好，保持这个高度哈，大概会离地大概80尺。空军乌央直升机飞去台中和平的马步坝登山口，救援人员赶紧随降落去要来救人。这个着伤细凹的男性，车10到另外10个工作人员，伫台中和平区的马步坝登山口，要扑草扑出一条防火线，煞雄雄去有规旁的芳攻击。这个细凹的查甫人去有芳定着了后，全唔知人，其他的同事赶紧通报，空军总队直升机赶去现场救人。在现场，我们也发现了，它现场的斜坡地超过我们直升机落地的限制，所以我们决定了以吊挂搭配吊篮的方式实施救援。苗栗大雪山伫车10嘛传出3人的意外，每个人脚步都稳哦。救援人员甲罹难的民众为山坎救出来。有一个登山队拢总6个人，车爬去大雪山爬山，原本按算5天4夜行程，因为拄着风台影响，所以因就提早落山。不过其中一个姓丁的民众，煞伫大雪山230林道9公里的所在，无细日滑落山坎。车子停在8.5K， 然后徒步进去。然后发现那个民众的部分，跌落约20公尺的溪谷里面，已经明显死亡。台中市消防局表示，大雪山这条林道嘛号做西势林道，是要爬中雪山一定会经过一条路。因为这2天休连假，加上疫情解封，所以吸引袂少民众去遐爬山。不过提醒民众，伫爬山进前，要是要做好准备，要有评估家己的体能，才会让避免意外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民主的新时代，任何人拢会当自由恋爱。就算看了有介意，你的手段也着爱正当才应该。昨下晡有一位查甫民众伫咧台北坐捷运的时阵，去互一位无熟悉的查甫人跟踪，而且这个查甫人佫一直甲伊搅扰。落尾，这位查甫民众落车了后，随甲站务人员投，而且这个查甫人毋但无要配合警方的调查，甚至佫想要逃走。落尾伫身躯顶敲着毒品，也甲伊移送法办。画面这位女子10月初10下昼3点左右，伫金尾捷运站附近后壁，这位查甫人跟踪，也爬到捷运上找伊讲话。女子伫大白拿站落车了后，也是继续爬，所以女子向站务人员求助，捷运警察赶到现场搬走这名查甫人。查甫人向讲，其实搬早想要走，捷运警察压制上铐逮捕，送往新北市新店分局工程所，结果伫片仔内底发现毒品、安非他命加吸食器。虽然这名女子后来无提过，也毋过这名查甫人也是防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加妨害公务罪名，移送法办。渣男反抗，不愿配合，遭警压制在地。警方后在渣男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内查获吸食器、安非他命等物，全案依毒品防治条例移送侦办。事实上，伫捷运系统跟踪骚扰甚至偷袭的案件，常听到。像今年8月初，一名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助理连续4天伫捷运站跟踪，同款伫法院任一个查某司机官，也趁着坐电梯的时阵用手机偷袭。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捷运警察队统计，今年1到9月受理跟踪骚扰案件都有23件。捷运警察呼吁乘客，若讲伫列车顶遭受骚扰，也是侵犯，会当随时捷运车厢门边的红色紧急通话系统请求协助，也是通知站务人员、巡逻警员。警方对任何有犯罪动机的犯嫌，将依法处理，绝对无容忍。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平安马境有一间诊所，对拜四开始烧连续有14个囡仔出现发烧、吐骨流的情形。诊所通报平安卫生局，则发现讲是一间幼稚园有70个囡仔出现同款的症头。卫生局也当咧调查讲，敢是诺如病毒所引起的。
未少家长有带小朋友等待看病，新冠肺炎了后，位于平湖马经的这间小儿科诊所，原本病人减少真济，也毋过顶礼拜四上门看诊的幼童人数却大大增加，而且拢有类似镜头，尤其是老。突然来了一批小朋友，大部分都是发烧、呕吐、腹泻、急性腹痛，甚至有血便，那个病人增加大概5、6成。他们都共同来自某个幼儿园。诊所赶紧向平湖县卫生局通报，到初稿拢总有14名幼童出现症状。卫生局随即派人到幼儿园调查，发现学校255位学童，都有70人有症状，发病地集中伫顶礼拜5甲拜六。他在幼儿园读多久了？10月1号进去。除了学童，员工28人，也有6个人出现症状。卫生局表示，不排除是食共同食物感染，已经依照疑似食品中毒流程调查，采集环境出现食物检体，被厘清感是集体感染诺罗病毒。结果上近2礼拜出来，卫生局也提醒，诺罗传染力悬，较会引起群聚感染，提醒民众要注意卫生甲饮食安全，加强清洁甲消毒。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有一个九如专人照顾园区，最近正式启用，内面有健身器材的一只中心，也有互囡仔耍的所在。这个园区是以无论什么岁数的人，拢会人来这使用理念打造的，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照出溜龙和耍球的所在，阁有真侪运动器材，看老甲子拢通做伙伫遮运动佚佗，是真新鲜的。这是九如专人照顾园区。设计理念就是要打造一个，互每港年会的乡亲拢通同齐使用的空间。很不错，因为以前就是都要在九如啊带小朋友出去玩，都只能往户外跑。对，有了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可以在室内，然后吹冷气，然后很安心的看着小朋友在这个环境。我们住在高速，在这边可以让小孩子放电，他觉得是很棒的地方，而且他的东西都很安全。手中没有动，对，手中没有动。靠我们腰部的力量而已。有100年历史的九如国小旧校舍，重新整修做一搭专人照顾园区，室内室外拢有真侪活动空间。1楼是日照中心，会当看过适龄的时代；2楼是有运动空间和设备，佮请教练来带老人震动筋骨。3楼是亲子的空间，毋但有囡仔顾通听，佮有耍球和出溜龙的所在，带囡仔来遮佚佗。父母就免伫外口的公园晒日佮小热。我相信这个闲置空间的再利用，除了从健康、亚健康，或是失能身障者，或是从幼儿到长辈，是一个全人关怀的一个学习成长的空间。现代台湾社会囝是生少，又佮渐渐高龄化。这款适合无共年岁囡仔老人拢通互相看顾的照顾园区，也可能是未来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每一项历史文物拢代表着无同时代的文化，这款物件若因为废弃就甲毁掉，安尼造成历史文物无法度保存。有一阵师傅因有文物修整的手路，透过修复功夫，会当互传统工艺继续流传。屏东新埤乡柏铁村的天后宫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厝顶的展览是真水嘛，做了真有路。不过因为侪年来拢无维修，所以结果渐渐减少，造成安全的问题。80年都没有维修过了，所以会坏得这么严重了。它那个脊已经断掉了嘛，那边脊也已经断掉，所以你一地动震动下来就垮了。高雄市蛤蟆乡大天宫内底有侪国宝级师傅作品，类似是博物馆同款。其中庙宇的展览是由叶总家族做的，不过因为经过80年的时间啊，这展览开始旧啊嘛歹去啊，庙方决定家己筹备资金来修复，而且按算要邀请叶总家族的后代也免给师傅，希望照原本的模样来修复。这些我们看到的剪年，它几乎是等同是室内的剪年，伊他要用的这个才有。用这是阮阿公叶宗，跟阮爸爸叶进禄，跟阮阿伯叶进义，因迄代因所合力完成的。中华黄庆元上号金银厅内底的金银过门，80年前是由木雕师傅李祥林做的。后来黄家的旧厝卖去，文化人士发起抢救金银厅的运动，发现内底有真珍贵的金银过门。落尾黄家决定捐予政府。
政府邀请李祥林家族的后代，嘛是木雕师傅的李变贵来主持修复。80几年来一直在使用，可是有部分有点损坏掉，也时间那么久了，本身的丝织品啊、绢化那一些东西都是已经碳化那种程度了，整个就全部坏掉了。在台湾有济历史文物面临消失的危机，连带真济传统工艺嘛有传承的问题。不过透过新的专业修复的课程，传承修复技艺，也有运用科学技术来精进修复的品质，让历史文物的岁月风华会当永远保存条例。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0年的时间。台北市立美术馆最近也当在展览台湾在日本时代正重要艺术家因的作品，总共有100多件，也反映出迄当时台湾艺术界想法甲特色。这是日本时代艺术家桂雪娥所画南家温真草图，就实了后，原图展现出雕画过季节的热烈景象。台北市立美术馆配合文协活动，将1920年到1940年代台湾美术家、摄影家等等的经典作品，将近100多件，以走向世界台湾新文化运动中的美术反转力做主题来展出。那你会看到一些西洋的东西，譬如说像是计时钟表店，表达了一种呢，就是西方跟就台湾呢，就是呢文化多元的一个景象。北美馆表示，迄阵真侪艺术家留学日本、欧洲，会用国际观反思作品要安怎来表现台湾特色，希望用艺术的力量改变历史处境甲地位，亲像单色旗其中一幅。真人庙画出无名的小庙，实际上有社会运动的意涵。1930年代的时候呢，台湾民众党呢的党部也是设在那个就是正庙府的隔壁，他画一个小庙哦，所以也许呢也有包含着这样的一个隐藏的一个意涵在。因为时代背景有的画作创造对市民压迫的抵抗精神，除了画作，阁有写真艺术的主题，展览到11月底，互外界看到迄个时代艺术家为着个人、民族争取权利的使命感甲精神。记者林雅文、曾派文、林玉凯台北报道。讲到人工智慧用途是愈来愈宽，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研发团队就开发出一台机器人，会晓飞天种地、行降速甲算珠棒。另外，因也利用到 AI 人工智慧，会当甲贝多芬第10号交响曲的谱全部来完成啊！大师还未完成就过身，全球各地无法度听到贝多芬为作第10号交响曲，在 AI 人工智慧甲音乐团队合作之下完成。10月初9在贝多芬的故乡德国波昂举办全球首演。Es ist ja nicht so, dass der Computer eine gültige Version ausgespuckt hat, sondern der Computer hat mehrere Varianten ausgespuckt, aus denen dann Menschen wieder eine Auswahl getroffen haben. Und das bei Beethoven ist ja erst mit seinen Werken schwanger gegangen. Er hat seinen Notizblock mit sich geführt, er hat gefeilt, bis er die eine Version hatte, die perfekt war. 去年为纪念贝多芬250岁名单，音乐家团队甲德国电信启动这项由 AI 完成第10号交响曲的计划。专家先整理贝多芬第10号交响曲的笔记，推测想法，然后帮助 AI 熟悉贝多芬所持大师作品甲草稿，学贝多芬的风格，爱搁甲 AI 各地熟悉交响曲基本角色甲创作方法，人工智慧慢慢演算甲修正，学的速度愈来愈紧，最后得出上接近贝多芬风格作品。虽然一直拢有反对的声音，不过团队认为贝多芬也是时代创新者，相信会同意这个计划。Und deswegen glaube ich, wenn ein Komponist wie Ludwig van Beethoven heute leben würde, dann hätte er wahrscheinlich nicht nur ein großes Technologieteam um sich herum, das ihm hilft, sondern er würde genau solche Technologien pushen, nutzen für seine Kunst. 人工智慧灵魂灵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团队新研发的机器人 Leo 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导管十双卡，甲两个镜架头4个普利佩拉推进器来保持平衡，搁做复杂的动作的机器人。75公分悬的 Leo， 因亲像无人机共款的飞，沿行路出骨棒，降速顶悬也徛在，发展出半走半飞的独特模式。
研究人员讲，安尼做下用超过步行机器人伫无平地形的限制，加飞行机器人大量耗电的限制，混合功能更加强大。有关利用的研究论文已经上网络，搁要刊伫10月份的科学机器人期刊。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在印度东部奥里萨邦，最近保育真成功，因为酷鱼数量也是大大增加。不过，当地民众也开始受到威胁啊，是因为酷鱼攻击人的事件是节节发生，而且大家拢是靠这条溪流伫咧食青，有影是使人烦恼。民众摕到青人的徽照，点点的流目屎。几礼拜以前，印度东部奥里萨邦一名少年和酷鱼拖入河中，就安尼无消息。गाँव वाले चिल्ला के गए तो वो इतना खतरनाक जीव है ना, उसके पास हमारा क्या। जब आगे सब लोग फील कर रहे थे कि खतरनाक जीव है तो कोई इंसिडेंट तो घटेगा ना, लेकिन कभी भी कुछ नहीं हुआ। बट मेरा भाई के साथ क्यों ऐसा हुआ।同款互酷鱼攻击的，毋但是这名少年，另外一位受害的妇女指出，伊去河边洗衫的时阵，也互攻击，好在有人斗相共，才为鬼门关走出来。攻击出面的是印度政府过去4年拍拼保护严禁偷猎的关库，佮叫做河口库，也是咸水库。这种全球体型上大的飞行动物，身长上长会当达到7公尺。伫奥里萨邦原本只有90只，今麦增加到1800只。保育有成效，原本大地庆祝，不过三角洲地区的砖头，却一直传出酷鱼咬人，加上当地水资源建设不足，村民爱挖靠河流啉水洗身躯。今麦毋知什么时阵会互酷鱼攻击，人人喊着惊吓。Last 12 years, we are having 26 human death, 22 human injury, out of which 2 are permanent and another 20 are temporary. 其实河口库一般生活伫海洋，唔算雨季节才会出入伫河流烟花找食。雨季结束，西凉了后就会刷叮当。不过村民指出，过去1年半，酷鱼拢留伫当地无离开。专家指出，因可能唔是来自海洋，而是脱水了后留伫当地，需要找找更较侪彩色地的酷鱼。建议政府将这寡河口库重新分布到其他地区的湿地，以缓解一直出现的人口冲突。公司新闻齐婉林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4度到33度，苗栗到云林是对26度到35度，嘉义到屏东是对24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32度，也有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